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翠心鸾》。数也有啦，脚影看你一日一个伴，爱一个人，什么感觉？我笑你根本不知影。石的烂，海水的干，酒泉的话你敢大声？感情。不是物件，随时会当换。忘心肝，请你忘心肝。对我敢袂想怎样？是心我最后的办法，莫听莫看无你较快活。阿伯，春暖的意，春暖的代志免你烦恼啦。阿伯，麻烦你泡一个牛奶，春暖饮，伊加啉一寡牛奶，伊的情绪会加较稳定。爸爸给你泡一杯牛奶，来，紧啉来。这是永山交代爸爸泡的。阿伦啊，听爸爸一句话，爱一个人，并不一定要付出全部的感情，你爱家己小可检查一下。你若是要叫永山啊，我是无反对啦。不过，这是你的终身大事，爸爸希望你会当搁再详细考虑一下，好无？亲像你这种人哦，固执、自私、骄傲啊！你叫是讲你老实讲，就会当得到别人的同情心；你叫是讲你老实讲，就会当对起你家己的良心是无？我甲你讲，社会事无遮简单啦！你这种哦，碰着。蔡姐，蔡姐，你好，这一点啊，好，小姐。咱无看手机吗？实在真歹。最近庄仔内吼，安尼谣言拢乌白传啦。也毋过阮都拢无咧信啊。而且吼，过去手机嘛，嘛提回救阮太太。所以讲吼，手机仔人也袂歹，医生理人嘛足好诶。所以讲吼，好人是袂去做迄款代志啦。伊最近拢无好好调养身体去。要哪有时间通好休困啊？等阮阿岁也伫做菜贩啊，逐工都足无用的，搁欠骹手。阮趁食人就是安尼啦。你谁人无好好照顾恁某？你若减趁一丝，请一个人来斗骹手，恁某毋就会当好好休困。医生啊，你安尼讲都毋对啊呢。阮趁食人吼，偌济苦衷，你都拢袂当了解。你吼，就用上介好的药啊，甲阮阿姨就对啦。伊病情来会好哦。开偌济钱我拢无要紧。
你卫生室的吼，若无较好的药啊，你药单开互我家己来去买。我想。来，恁某身体好，这条上好。这就舒服啦。啊，你生意呢开这中药要阮太太食啦，你敢对？素辣甜点互恁某食，会好效果。若有半年时间调养，恁某身体真紧有培养强。我大概等到半年哦，我哪有美国时间啦？你当作我时间足正常的哦。这里，这。无你外口等我一下，我有代志要请教医生啦。好啦。蔡医生，你讲这个话，我感觉好真济啊。其实，阮做人某囝的人，上需要人体贴、甲了解。我想，手机嘛是。啊，无这互你煮啦。啊，毋是，逐摆人摕物件来，唔卖啦。讲我你莫遮重啦。好啦好啦，我即摆甲收起。小姐，来去人啦。啊，你今来是要啥？你甲看，好好。这就是迄个生出来医生开的药单啦。伊家遐开即几味尔。啊，食这要哪有效，要哪有够力啊？啊，阮某啦，甲要食中药，咱就去找伊啦。去传说，无遮拜托你，你有迄上好的特效药哦，尽量甲阮某做下去。看阮阿赶紧好起来无？啊，即马菜价长好哩，哪有时间好休阮遐久啦？你放心啦，我看伊安尼吼，面色咱底面底吼，就知影讲吼，营养较无够，欠费啦。安尼，按即摆开始，你是吼，我甲做一单日本的特效药，暗时迄个操作来吼，我甲做迄个美国圣诞，我看差不多1个月了吼，保证身体让我一只哪个，比即马有较来操作的哦。哦，放心好，这拜托你啦。嘿，较讲也是咱客串先吼，老警察佫较有本领。啊，若讲你少年医生吼，啊，迄个无半撇的。好，这才人免甲保啦。啊，来，起来。哦。啊，医生要甲你做啥？阿是，讲遮咧讲吼，要做一个医生无遐简单，爱靠经验啦。哦，这边3档5档，你想要做那种专家，哼，这做坏人的地方。迄个生出来的吼，可能袂晓嘛要承认的。西医讲开迄中药，啊开几味啊，迄要食哪有效啦？啊，要紧，一档吼，来做了吼，保证你安尼吼，精神就足好啊，你放心。应该，这种生太厉害。谢谢你啊，哦。是，好了。有啊，有水无？摕迄边仔啦，好袂啦？无啊，莫生气啦。迄人讲吼，生气快死袂了呢。哎呀，莫安尼啦，偌水的。哎呀，你咧创啥？摕去啦。你嘛，无采我开遐济钱。无，啊你切这是要创？食袂落啦，是一寡冬瓜要来配饭啦。哦，爱遐济，啊你家己哪切会去？啊手机哪？这房间的啦。哦。你要创啥？啊查某人啊，即嘛是啊，日头晒甲怎啊呢？要困火大个啊？水星啊，水星啊！无啊，日头晒甲怎啊？你即嘛是要困火大个啊？水星啊，你是安怎啦？烧烫烫呢？
是安怎啦？哎呦，烧烫烫呢，真正破病啊啦！来，倒来倒，过来去。母啊，你妈哪个要假死给我？哎呦，你较大力啦，好无？你咧创啥啦？哎呀，医生啊，手今仔真正破病啦，紧的，擦面床好好困啊。嘿，你假死的啦！啊，尾要拍单尾，你先免叫我报销。医生啊，你哪较土惨啦？你嘛，好。手巾嘛，手巾嘛，假到遐，手巾嘞，手巾嘛，放弃啊啦，假啦！都放弃啦，假啦，手巾嘛。我实在无法度。你无遵守着医疗安全的规则，私自来离开开刀房，致使着患者来死亡。你比屁！你是我的手牵绳，我嘛当将你手来毁灭。医生，救命！你进来，医生。我。你甲怎做？又搁是你。喂，要参尾真胡先生，叫火车，拜托快点。新娘就会打到你家里哦，这啥不你在啊？
哪会当安尼？目睭放起起，都莫精神，嘛真好，嘛真好。一个人好好安尼，看倒落就倒落啦。啊，这查某人哦，佫敢若亲像哦，一拍蜡烛火咧，啊，分咧就花去啊。手金啊，来，食一个吼。哎呦，你规顿无食，你敢知？来啦。我不要紧啊。得要无命佫无要紧。来，阿母甲你吃来。来。我吃袂起。好啦，啊无较等你若枵吼，无你才家己捧起来食，我先甲你放在遮哈。哎呦，还佫烧烧呢，来，手机啊，佫有咧去。我不要紧啊。啊，讲到这个水仙哦，实在是真害啦。叫去安尼买一个药啊，吼，啊买到安尼日头要落山，也袂看影食啦。这阵啊去台北买嘛买转来，啊实在真袂够定的啦。啊你啥喏？喙齿疼哟，搁咧唱歌拉曲，心情较好。今仔心情特别爽。啊，照到你人食啦。哦，有路用的毋才买，啊药啊买到一大堆，安尼是要创啥？原来知影啥有路用啥无路用，啊规气拢甲包转来就好啊。啥物食喙齿疼、头壳疼，啥物咧腰子毋好的，啥物固肾的，啥物补肝，啥物维他命 A、B、C， 啥物含狗咧食拢换转来。听的心无理由，忘心肝，请你忘心肝，对我讲袂受罪。买到一大堆，安尼是要创啥？原来知影啥有路用啥无路用，啊规气拢甲包转来就好啊。啥物食喙齿疼、头壳疼，啥物咧腰子毋好的，啥物固肾的，啥物补肝，啥物维他命 A、B、C， 啥物含狗咧食拢换转来。好个人啦，无错啦。你这个囡仔吼，实在是真害咧。啊，你敢毋捌听人咧讲？讲吼食着药吼，青草一叶。啊，若食无对症哦，啊，你买安尼一大堆是啥物路用啦？哈。啊，当护士伊家己咧做的啊，啊要食啥物药伊袂晓看。啊护士若讲伊食毋着药啊，安尼嘛猝死的啊，应该啊。你迄支喙莫晓摆好无？蔡叔，你看，若无问题，请你转因啊。你也爱转啊？好。
蔡叔啊，你代志还未调查清楚进前，请你莫离开参尾村，我会当随时找到你。啊你啊，你也共款啊。我知。辛苦。蔡叔，为今仔开始，你停职，传媒村卫生设施的业务要暂时休。所有一切，听候调查的结果才搁拍算。